貓這首詩得到吳濁流文學獎變成我的象徵啊。日本人很愛講猫桑，貓小姐，變成我的一個印證，好像看到我就想到貓，因為得獎的關係啦其實也沒有我們生活中尋到的啦來念一下。意外尋獲，他的眼睛就是我遺失的眼睛。他黑夜裡放大的瞳孔，不是因為四周對他有了設限和疑懼嗎？貓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。他黑夜裡輕巧的瓊音，不是因為想避免惹起容易浮躁的人嗎？貓的腳步就是我的腳步。原以為貓的哀鳴只是為了飢餓，但我目睹它在寒冬遍布魚絲的堤岸不懈走過，然後拋給冷漠的曠野一聲鳴叫，發現那是我隱藏已久的聲音。我要像貓的生態啊，好像找到我的個性啊，個時代的害怕、驚懼、疑懼啦、寂寞啦，全部都啊，變成愛東西，沒有一個參愛那這個的象徵啊，影射到我個人的心態。等那個素菜以前有農牧地嘛種五個素菜，我欣賞是農飛枝頭鳶，都推廣。熊貓呢，我都看到熊五個，熊五個熊太也是愛困，人講困啦因為好多話都講用卡車啊，愛輸到台北去，愛八代都愛滿茶，所以一根滿茶800隻以上800隻。那你不可能800隻都存活啊，一天會打折，會折舊啊，所以講，落去1000隻，也算900隻，本間呢，數目有達到以後要捆卡車的數量所以我等於13萬熊鵝很可愛咩，冬天給它的龜啊，一隻，冬天的鵝一隻鵝子200元以上剛小可按多誰咋個看那個很可愛，可是你不知道有沒有損失啊？當我發現好像缺了一口，缺了一角，這裡也缺一角的時候，慢慢的會警覺性的，到底是什麼東西來侵犯到？是老鼠呢，還是蛇啊，還是什麼來吃那晚上就晚一點睡覺來守夜啊，燈看嘛呀，人講來裝看啊，來裝鴨啊，看到貓誒，安太這個野貓呢，貓啊，假貓沒很可愛嘛，會塞奶嘛用那個山貓啊，安太這難怪，它也離我準備過裡面，看到矮。和它的距離有100公尺，差不多是沒遠，都跟主人的距離啦，我在頭一個米啦，你看到啊，你不敢侵犯沒？我就近看，